平安，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我的心就欢喜，出欢喜的声来学罗咱的上帝。特别阮感谢你，为了过去日子，阮变成满满的感恩。你听阮，你听建成教会，你互阮的超过阮所求所想的。愿你的话，搁一遍开阔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，互阮伫每一遍在你三拄的时，阮会来有当心活泼的灵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。阿门。咱教会的结集是以基督耶稣做中心。咱来分做圣诞节、甲复活节这两大阶段。其中圣诞的时间就是包括大降节、圣诞节、祝天天的日子。日子三个节期的中间，咱就要备办庆祝耶稣基督的来临。大降节是圣诞节前的4个主日，咱就要欢喜等待主耶稣的降生，而且期待主第2遍的降临。今仔日是大降节的第1主日，咱教会上年长的团契，双年的会长，咱适合弟兄，代表咱点亮第1节的蜡烛，代表期待甲希望，望上帝光照入咱每一个人有警醒、有反省的心，特别是现今混乱、快速的世代，咱特别需要有对上帝来的光。帮助咱每一兄弟姊妹拄起咱黑暗的心。今日早新眼讲读经的进度，咱有读完摩西五经、路加福音书、使徒行传、罗马人书，搁即个月要读箴言，咱还搁读诗篇30篇。这是咱读新眼讲的读经。我毋知大家有真欢喜无？安尼一年落来，咱读啊亲，圣经内底上重要的圣经，咱大部分拢有读到。这中间也是无读了，也是无读的兄弟姊妹，一定感觉真可惜。咱平常时咧读，我甲姊妹牧师每一个礼拜伫顶面咧讲，真紧的时间一年就过啊。读圣经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义务，嘛是咱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。咱咧清楚，咱咧读圣经，因为只有读圣经，才有法度起造咱信仰的根基。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在的背景是安尼，咱无说你讲圣经在的背景的时阵，有你若无读过圣经，你无法度知影我咧讲啥物。咱知影，当以色列百姓离开旷野，进入上帝应允的迦南地，就是闹内甲别的所在。咱咧看是一段新好信仰的旅程的开始。但是咱若有读圣经，咱拢知影，除了大卫王、所罗门王的统治的下面，其他的时阵，以色列这个国家会使讲是每况愈下。甚至最后一个国家，最后时阵，这个国家分做2个国家，以色列甲犹大。上帝百姓无法度伫这个世界真做光明的灯，做好的见证，却陷入黑暗的深渊内底。这以色列百姓环境虽然已经败坏到这款的地步，因也是无反省的能力。直到先知耶利米安尼讲。耶利米书第7章第80到11节，看恁这人，若指上帝百姓，恁我靠假无意义的话，恁毋敢会来做偷窃、杀人、奸淫、欺假的见证，把你神明来敬拜。我来到圣殿讲，咱平安无代志。因的行为真正是可恶搁超过，因却自欺人，因却骗家己就好，连上帝嘛要欺骗。
明明已经行入黑暗的中间，伫圣经内底黑暗代表是就是死亡的路，因仔讲平安平安。等咱离开上帝光哪来哪远的时阵，就代表咱向黑暗哪来哪近。这个世间无三条路，只有两条路尔。你毋是要光，就是黑暗，无从你中间灰暗的这个界限无。当时阮将一切发生无合理的代志当做咱只要眼不见啊，我们就眼不见为净。即款的心态就好像就是温水青蛙共款，早死都唔知影。耶利米书32章24节说：“看啊，敌人已经来到，用土堆攻取这个城市。这个城也因刀剑、饥荒、瘟疫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。当一个国家、一个城市、一个家庭，还是咱个人的败坏，常常毋是外面攻击的军队有偌强，常常是咱内部先腐化，咱出问题。咱家己的国家、咱家己的教会，咱起纷争，咱骄傲。咱看以色列历史就是讲，以色列的国家就是安尼。当敬畏上帝来必王以后的王，大部分拢受别的神明来引诱，行耶和华上帝看无欢喜的代志。上帝的心看到领导，就将以色列交互别个国家。受掠以色列这个国家，伊的未来敢有毋茫？如今咱的台湾嘛是处在这样一个矛盾的一个年代。啊，咱来看年长的咱知影，40年代以前，还是咱有读历史，咱就知影，40年代以前，咱是属于长期被外来势力在殖民。50、60年代，我们是属于一个普遍、全面，大家拢是真艰苦的日子。但是迄阵咱人的心，咱是单纯善良的。70年代以后，我们的生活环境慢慢变好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看似衣食无缺。我们号称我们有民主，我们有自由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地方，应该是便利商店，看到《商业周刊》它一个很醒目的一个主题，就是说，台湾的民主是用钱堆积出来的。现今的台湾人价值观我们混淆，我们道德沦丧，我们人性贪婪，我们的政治恶斗已经好几十年了，我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。咱台湾已经失去早时单纯善良，咱失去公平公义的国家，压力、苦难，无时无刻不笼罩了我们台湾这块土地很多的地方，自杀、吃不饱的，他们是。但咱大部分的台湾人，那是自我感觉良好。那不断想要啊，我们还是不断想钻进去什么，追求那个迷失那个黑暗的崩坑的内底，以为感觉迄崩坑内底就是有平安、有光的所在。社会的进步改变嘛，影响咱的教会。现在教会世俗化的问题哪来哪严重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教会世俗化的意思，简单讲就是，教会用外口社会的价值观，你看教会，甚至治理教会。我们所谓的教会政治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款的后果造成咱长老教会将近20-30年，咱的教士、咱的信用、根基真理大大的退步。这是非常的可惜。这2年来，咱全教会透过读经灵修的运动，互上帝话搁一遍请做咱信仰的根基。
教会会使毋免有啥物活动，但是教会一定要有上帝的话。毋茫会使拄起咱教会世俗化的问题，互咱的教会搁一边诚侪真正是基督的教会，这咱是爱继续搁来努力打拼。牧师有发现，目前边教会世俗化，搁较有一严重的问题，叫做教会宗教化。教会宗教化。教会宗教化较亲像后是有读圣经较知影，较亲像教会有一群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所组成的教会宗教化。教会宗教化的杀伤力其实比教会世俗化搁较恐怖。教会的世俗化，咱足明显就看会着，但是教会宗教化有可能。感觉家己真敬虔，几啊代信徒你都无发觉，你是已经教会宗教化。当咱将教会的礼拜、团契、服侍当作是一个活动，变成是一个外在的，甚至是习惯。礼拜时间到，我就来教会。不记哩，每一个礼拜，互老爸老母请，威胁恐吓来到教会。信徒渐渐习惯于教会这个空间的宗教活动，因为这互咱感觉是一个平安的所在。用现在的语言叫做同温层的一个安慰。所谓同温层安慰，毋是仅仅是咱教会，你每一个所在拢共款，境地嘛是共款。这栋的，这个颜色的伫遮，这白色的伫遮。这个红色的伫遮，我来甲你讲，寻求一个安慰。教会愈来愈以来追求的是外在的利益，人数的增长，甚至哪一个教会比较灵验，宗教顶面的平安，但是却毋是搁较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信仰的真理。我读圣经，为什伫教会团契中间牺牲奉献，互咱的性命真正是因为耶稣，因为是十字架顶，亲自咱的经历，咱得到改变。教会的宗教化已经互咱无勇气，我们跳离什么？跳离那个温水的，跟青蛙一样，没办法跳离那锅水。教会宗教化，互咱的信用诚做死的信用。咱是要如何是好？咱甲即群受掠的以色列百姓共款，咱感觉有毋茫？咱感觉有回头的机会？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文33章14节到16节。来，请。讲到这，应该拄则大家拢感觉真沉重无？我看大家的面共款真沉重。我感觉今日牧师有淡薄鼻炎无？我喊咧有淡薄流目水，流鼻水。这是今年第一遍，感谢主，流鼻水。我嘛是真感恩哦，因为我往年都是在圣诞节报家宴要吃庆会长老准备的大餐的时候，我肠胃炎，一年一遍。今年有淡薄呢烧香，安尼袂歹，安尼我还可以吃大餐。拄则这个圣经在互咱看真大的毋茫。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的嘴讲出，
虽然目前国家伫受掠、受苦，含伫黑暗死亡的中间，也入去鼓励因的百姓毋通失去对上帝拯救的盼望啊！因为古早上帝对因的祖先代表的应允，就是代表的家永远不断有人坐伫以色列的宝座约定一定的实现。耶利米书33章23节到26节，我来读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说：“你没有留意这百姓所说的话吗？他们说，耶和华所拣选的两族，他已经弃绝了。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，不把他们当作国来看待。耶和华如此说：除非我没有立白日黑夜之约，也未曾安排天和地的定律，否则我不会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，使大卫的后裔不在这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后裔。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，也必怜悯他们。”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上帝嘛是怜悯咱的上帝。互受掠的以色列百姓有机会可倒转啊！咱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创造天甲地的上帝。咱即摆看，即摆天甲地还阁丢着，这世界依然是有早起有暗时。上帝持守伊对大别家的约定，对大别王生出来君王，未来的日子要过一遍，互即个世界带来公平、公义的甲幸福。这个是弥赛亚要降临的一个预言。这个大光要除去所有黑暗，变成光明。耶利米书内底嘛咧讲，迄光明要互无人听起的声势，甲耶路撒冷搁一边听起欢喜甲快乐的声音。如咱今日圣歌对你唱即个歌，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互原本是芳无精生的所在，要搁有固守的人的羊，甲羊草，或者羊会使安心倒伫遐休困。即个应允和谐的平安的背面。互以色列百姓有真大的平安。咱若读圣经知影，经过700年的时间，上帝就互因搁转来耶路撒冷，搁转去圣殿。这个古早耶利米先知所有缘的所讲的弥赛亚的这个代志已经来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囝。约翰福音书3章16节安尼讲：上帝疼世间人，就独生的囝收赐予世间，互既然信伊的人，袂经纶会得到永活。伊疼世间到安尼。耶稣基督就是咱黑暗中望的光，是咱世间人期待久救主弥赛亚。耶稣伫世间的牺牲、疼的款式，真侪咱每一个基督徒学习的典范。上帝就是疼，神就是爱。有疼的所在就有光，有光的所在就会除去教会世俗化带来的黑暗。咱有时听到咱。比如教会真侪教会，啊，搁目前啊，搁咧分证的时阵，咱真艰苦，因为因互黑暗藏着，规个教会看无着光，光会帮助咱分别什么是属于世界，咱毋通去做，分党结派，争权夺利，骄傲爱比较。光来帮助咱，互咱知影，咱来委身服侍的教会，咱兄弟姊妹爱彼此相疼，咱爱有牺牲奉献，这是属于教会，咱就要努力打拼去做。当信徒久长来对真理的无明白，
行行信仰的软井，就含入教会宗教化内底。但只要咱愿意拍开咱的心门，互上帝光照入来，信心的大开来带领咱拄起咱信仰顶面宗教的形式化。 帮助咱每一个人有5毛勇气，将咱生命中的黑暗拄起，超过了真正对天顶来的平安的光啊！罗马书第8章35节，保罗咧讲，咱拄仔读了，我啊应该是真，咱大家足实在，拄有大困难时，咱足爱读的一段的经文，一声会使互我甲基督的听确定。 是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因为我深信，这是保罗伊的信仰的告别。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。 是有人的，是现在的，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，是低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离啊！那你这世间无管发生什么大代志，拢无法度从咱甲上帝听离。上帝听迄段拢是咱的内底。其实。 我咧读新学院的时阵，阮的老师讲，其实无黑暗这个物件，是因为咱无光啊。等于咱有光的时阵，黑暗就无去啊。毋是黑暗有开力，是咱无光，还是姊妹咱无光。今日是大港节的第一主日，咱敢有备万心，调整咱正做伊的器具。 请问长老，你祈祷中间嘛有讲，咱有备办好无？咱有感受咱是受到中世疼痛的主命啊无？咱有准备好咱是圣洁、尊贵基督徒的身份，还是无？咱咧用安尼来迎接咱的主耶稣基督。目前咱无管咱目前伫教会，咱是拄着啥物款的艰难。 互咱永远陷入黑暗的中间，毋敢来就近耶稣这个光，是咱的骄傲吗？是咱惊服侍吗？啊，是咱的小心？昨是当事工研讨会，咱对早起10点开到4点，感谢主上帝恩典满满，互咱教会。 我们年度预算，我们在11月份就达成了。咱今年要对外奉献，几乎是要 double。上帝虽然对咱对外口是有真多奉献，但是上帝嘛是加倍予咱的教会。啊，互咱的教会毋是仅仔看咱树立咱的成长，有真多兄弟姊妹的生命、伊的性命嘛是共款成长。 是咱惊牺牲，咱惊奉献吗？而且圣经来在讲的，我们一直有世间上的一个挂虑，我们一直被钱财所迷惑，或者是别的事物来遮盖了我们的心啊。如果咱无一直无搬过一个宗教的鸿沟，搬过。 离开咱家己安全的范围，咱就无法度真正经历到信仰的甘甜啊！咱毋惊发生代志，咱敬虔的敬会长老甲总长老的妈妈，带伊大家拢知影。咱大家祈祷，大家唔甘，我想因两个啊，经过信仰迄个甘甜啊！ 这过程无简单，今日主耶稣为咱降生，并且为咱定十字架顶迄种无限的疼。安尼咱的信仰
就不会再只是宗教而已。各位兄弟，黑暗是无法度家己来消失，除非咱愿意选择就近耶稣基督这个大光。咱教会超过70个中过有1/3，我们有53名。咱有想过无？如果现在咱互主耶稣接走，其实咱教会唔惊讲互主耶稣接走，咱有期待耶稣来，就是要10个接走。所以互主耶稣接走是欢喜的代志啊！哦，唔通啊，牧师你哪会讲来你讲我要互接走？哦，不吉利，唔是。你有想着你要留互啥物互恁囝儿孙无？是车吗？还是不要动处？是财富吗？还是成绩？还是好的学校？遮尔数字？咱大家小想一下。但是无师知影，咱大部分拢甲无师共款。咱毋望将咱真正的信仰传到咱下一代。不是因为我甲志梅牧师是牧师，所以子瑜、子琴、子爱，他们理所当然就要去礼拜，要参加团契，他们要委身教会的服事。不是因为阮是牧师，当因有工作的时阵，他们收入的奉献就要1/10。我呢，对于会友无法度交代。信仰是家己的，信仰是无法度遗传。父母搁较好的信仰，如果无正确的传承，就会有一段笑话。咱伫老教会常常咧讲的，一代清二代明。我感觉我们要读起破解这个。怎么一代清二代无明？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读取。咱袂当有一代不如一代。我希望我的囝儿孙，我希望子瑜子群之爱，这个信仰是因的信仰，不是老爸的信仰。信仰只有家己去经历，只有咱每一个人真正经历着主耶稣，这个信仰才是咱的啊！阿门。这个信仰才是咱的啊！这个信仰绝对不能成为宗教，宗教跟一般外面的民间的习俗宗教那个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求主帮助咱建成教会，每一兄弟姊妹，互咱伫主听的内底，咱彼此来劝勉。咱三夫妻，咱常常有上帝对上帝来讲。读起咱每一兄弟姊妹心中的黑暗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伊要上帝，我满心感谢你。上帝，你的话哪剑共款，在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你了解阮的心思意念。互你知的时阵，阮真正是艰苦。但是主，阮知影，你是公义的主，你是怜悯阮的主，帮助阮每一兄弟姊妹除去阮的骄傲，帮助阮真正伫阮世间每一天的日子，经历着主你满满的疼。阮愿意伫教会委身服侍，阮甘心牺牲奉献，也帮助阮。准备好每一日来迎接主你的诞生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。